告別劏房行動召集人，亦都係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早晨。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多位。有咩關注咧？對於政府交咗最新呢一個簡樸房規管制度嘅條例草案。首先我哋係歡迎咧政府提交呢個條例草案嘅，咁呢真係顯示出咧即係政府今次嘅決心啦，即係困擾咗即係香港社會同埋好多劏房居民咁多年嘅問題咧，即係有決心去做。咁亦都係其實做呢個處理劏房問題都有做咗好多年㗎啦，不論過去幾年過渡性房屋嘅興建啊、簡約公屋啊、劏房租管啊咁樣，都令到應該有足夠嘅底氣咧去處理呢個核心嘅問題嘅。第三，我都覺得係取咗一個平衡。即係今次咧，都其實除咗係劏房租戶之外咧，其實都聽咗唔少劏房業主喺個執行嘅過程裏邊咧遇到嘅困難，咁都攞咗一個平衡咯。咁希望今次呢個條例草案，即係嚟緊幾個月咧，都會喺個法案委員會討論啦。咁啊，多聽大家嘅意見係點樣處理。如果講下啲細節啦，即係通過咗個即係條例之後咧，會有12個月就俾一啲現存嘅分間單位咧做一個登記嘅。咁另外亦都有劃一啦36個月嘅寬限期，而寬限期屆滿之前6個月咧有個倒數期，咁就係禁止一啲已登記，但係咧未做認證嗰啲嘅單位咧繼續做一個嘅新嘅租賃嘅咁。無論嗰個寬限期嘅安排啦，或者喺登記期而家有啲叫即係早鳥優惠啊等等，咁就係即係寬免你頭2年去申請個認證。嗰個嘅認證費啊，咁係咪真係覺得有用，或者係吸引到啲業主，鼓勵到佢哋盡早做呢一個嘅登記同認證咧？點睇呢啲細節咧？嗱喺個整個過程裏邊咧，睇你講大概3個部分啦，一個就係個登記期、註冊期同埋實施啦。咁咧嗰個認證嗰個時間咧，即係講緊3年，即係1年嘅登記加3年認證，呢個都係採納咗大家嘅意見。因為咧，始終劏房租管咧係一個4年嘅約啦，咁亦都聽到唔少業主都講話個執整嘅時間都希望有足夠空間俾佢哋做咁樣，咁所以就所以比較放寬咗去到36個月啦。咁但係政府都希望話佢哋可以早少少做，所以就所謂有嗰個早鳥優惠。咁我都鼓勵啲劏房業主，如果係可以嘅話咧，就早啲去做嘅。咁希望都可以盡快係做咗佢啦。咁個登記期咧，我就覺得個挑戰大嘅，因為咧而家講緊係明年3月到後年嘅3月就係一個12個月登記期啦。咁其實睇翻過去劏房租管咧都行咗3年多咧，大概喺11萬個劏房裏邊咧，大概係登記咗6萬啦，即係一半度。咁即係其實都有一半人係一半嘅劏房係未登記，未做呢個劏房租管。咁點樣可以令到呢一個1年裏邊嘅登記期係所有嘅劏房業主都去做呢個登記咧？我相信係有挑戰嘅。咁當然政府就會話因為今次呢個條例咧都係嚴苛嘅，即係咧喺個罰則嗰方面咧係講緊係刑事啦咁樣。咁所以咧咁當然呢個係我相信都會促使到更加多業主去做，亦都如果佢唔做嘅話咧，日後咧都係好難經營。咁但係即係除咗係所謂嘅罰則之外，點樣係透過鼓勵，即係或者係讓到更加多劏房業主知道點樣要做咧？咁呢方面嚟緊都希望佢哋增加多啲唔同嘅支援俾即係啲業主，等佢哋都係可以做得到呢啲嘢。頭先講到而家有啲劏房業主可能都未有差估署嗰個即係租賃通知書嘅，冇攞到嘅咁。呢個會唔會影響到成個登記，或者令到啲業主如果咁咁我唔好做個登記咯咁？你覺得而家交代嗰啲資訊係夠唔夠清晰嘅咧？嗱，我覺得咧，我嘅理解現階段我知道政府嘅信息啦。第一，即係嗰6萬個登記咗劏房租管嘅，我相信好大機會佢哋都會願意做呢個登記啦。咁另外剩翻落嚟嗰幾萬個單位，究竟點樣處理咧？咁我覺得呢個政府係要交代嘅。咁當然頭先都有提過話冇做到劏房租管嘅登記嘅時候會點樣咧？咁政府都喺嗰個之前嘅委員會裏邊都有討論過嘅。咁政府都話會有一個警告嘅形式去做咧，但係都希望係將佢分開嘅。我嘅理解下，咁所以咧都會有一個少少嘅放寬啦嚇。但係都希望佢哋要做翻嘅，因為講緊歸根究底，最後咧其實都係要做翻呢個登記嘅制度。咁但係點樣睇講緊話點樣係可以令到促使到啲業主去做咧？嗱，根據過去劏房租管嘅經驗咧，其實當時咧係會擺咗喺差餉物業估價署裏邊呢一啲專隊係去做嘅。咁嗰啲專隊咧，除咗係做咗宣傳教育之外咧，亦都會去做一啲請嗰啲退休警察去做一啲調查咁樣，去促使到大家都唔可以咁容易走得甩嘅。咁呢一個係日後點樣係可以透過呢1年咁短嘅時間裏邊呢個力度點樣做咧？嗱，呢個政府未講嘅，即係究竟佢係擺喺邊度嚇？咁呢個或者係用咩嘅人手點樣去處理？咁呢個就希望日後多啲交代。OK，頭先都提到啦，即係無論叫做鼓勵啲業主早啲做個認證啦，或者唔好拖最後一刻先做嗰個認證啦，包括就有早鳥優惠一啲嘅即係寬免認證費嘅一啲期啦。咁另外或者係倒數期亦都有啲限制，即係你最後先至係即係做認證嘅話咧，咁都有唔同嘅限制嘅。你覺得足唔足以令到啲業主加快去做啦？喺個寬限期嘅早啲嘅階段就早啲做個認證啦，夠唔夠咧？你覺得有？我哋希望係 OK 嘅嗱，因為其實咧唔係淨係講緊嗰個條例嗰個過程嗰3年嘅，因為其實某程度上每一個月都會有一啲劏房租約嘅續租啊咁樣。
咁我相信好多業主都會喺個續租嘅過程裏邊都會研究一下，究竟佢係咪可能做一啲嘅鋪墊去做呢個改善咧咁樣。咁我相信有部分業主係咁樣做嘅。咁而當中咧，其實而家我哋評估咧，即係而家我哋有11萬個劏房啦嚇。咁當中可能真係需要做一個改動嘅話咧，大概我哋相信可能係2到3成。咁呢2到3成嘅時候，咁就可能係2萬多個單位嘅時候，咁就又要睇下佢哋願唔願意繼續做啦。咁呢個又係牽涉到即係嚟緊嘅供應啊，或者佢哋即係想唔想繼續做呢個生意啊咁樣。咁呢個又另一件事。擔唔擔心？因為日後如果真係要做一個簡樸房嘅時候，都有一筆錢要俾啦，申請費啦。即係如果尤其是你新進入呢一個嘅即係簡樸房市場嗰啲單位，咁另外有嗰啲嘅頭先講到嗰啲認證啊、檢查費啊，或者揾專業人士去做嗰啲嘅檢查啊，咁全部都係錢嚟嘅。咁會唔會有機會對於業主嚟講話卻步啦？我就唔去經營呢一啲嘅即係簡樸房啦，咁令到成個市場一啲分間單位減少，咁即係可能基層或者低收入人士居住嘅選擇又會少咗，會唔會去到咁樣樣？嗱，頭先我都有聽過謝偉銓議員講嘅。嗱，我自己覺得整體咧就要睇下咧，到時登記即係個註冊個3000蚊咧，就即係政府個行政成本嚟嘅，咁都係點都係要收咗啦。但係當然有個豁免啦。咁至於嗰個認證嗰個專業人士嗰個制度係點樣咧？咁希望政府都會公布多啲細節嘅。即係而家就話可能喺嗰個註冊嘅建築師啊、測量師啊等等咧，就有一個所謂嘅 pool 啦，即係有幾多人喺度，咁就去做啦。咁但係究竟要使幾多錢咧？咁我期望政府日後都可能有一個嘅實用手冊説明。即係因為我哋過去嘅理解咧，就係即係佢哋係按一個準則嘅。即係譬如話究竟有通風啊、個房間大細啊、廚廁分開啊，咁呢啲都比較基本嘅嘢嚟嘅。理論上咧就唔牽涉到好多可能要查契啊嗰啲嘅工作嘅，咁所以應該有一個標準嘅。咁日後如果政府大概都話俾大家知道，原來你做一個咁樣嘅認證，大概坊間係幾多錢嘅，咁呢個大家心裏有數咧，亦都會好啲嘅。咁亦都有啲建議話不如考慮政府都做一啲樣板房俾大家公眾睇下究竟如果要係合規格嘅，大概係佢點樣做嘅。咁呢個我覺得政府都可以考慮去做咯。咁另一方面頭先講緊咧，好難避免咧，就一定會有啲嘅劏房嘅業主咧，佢會選擇離場嘅。咁我哋都明白啦，但係我自己嘅評估咧，都大部分嘅劏房嘅業主都仍然都會選擇去做呢個市場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就要睇翻政府嚟緊嘅供應啦。因為我哋其實不嬲覺得政府做呢件事嘅信心係來自於過去嗰幾年，不論喺2萬嘅過渡性房屋加3萬嘅簡約公屋加嚟緊15年嘅15萬嘅公屋嘅供應加埋係20萬，理論上就應該可以接得住呢嗰幾萬個可能會受影響嘅居民。咁但係政府都要密切監察住，睇住個事態啦，即係唔希望有任何嘅劏房業租客咧係因為咁樣而冇地方住啦。咁同一時間我哋都建議政府嘅，即係可唔可以考慮話，而家佢就話會有個社工隊係可能喺個私人市場幫佢揾咁樣。咁但係我就覺得係唔夠嘅，會唔會都可以考慮喺譬如喺過渡性房屋裏邊，而家都所謂分 A、B 類嘅。咁會唔會都可以加多一條隊係俾到真係因為如果假設係即係劏房業主趕走個租客啦，佢真係要所謂流離失所，就俾個空間佢可以盡快係可以短期裏邊住喺過渡性房屋咧。咁我覺得呢個政府都係可以考慮。嗱，另外都見到有報道引述消息人士所講啦，就話透露政府咧係研究緊個舉報機制，都話參考其他部門嘅做法咁。即係可能涉及到一啲違規嘅劏房啊咁樣啦，冇登記啊咁。你自己覺得要舉報機制方面又點樣先至可以做得理想咧？嗱，過去咧，我哋喺劏房租管裏邊咧都有討論過呢個事情嘅。咁因為咧你頭先講緊，我哋都係登記咗5-6萬多啫，即有幾萬人咧都仍然係鋌而走險啦，其實犯法都唔願意去做呢個登記啦。咁有好多租客其實都即係唔夠膽出聲嘅。咁其中一個唔夠膽出聲嘅原因，因為佢哋嗰個驚話如果佢舉報咗佢，就會俾人哋趕走啦，佢唔似係公屋啊咁樣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向來都話究竟係咪都有個即係機制話如果真係被人趕走，如果佢做咗舉報又真係俾人趕走嘅話，就係頭先嗰個啦，過渡性房屋會唔會有啲空間係可以俾佢係有個快隊係排咧？係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去討論咯。咁當然即係我哋都唔被即係覺得係主要係過渡性房屋同簡約公屋咯，因為公屋嗰個輪候咧始終係排緊一個比較長嘅隊嘅。咁我哋就即係嗰個就唔喐啦。嗱，最後就問啦，立法會嘅程序啦，去到因為下個月9號就交去立法會做首讀二讀啦。咁希望今年嘅即係10月嘅會期完之前可以通過到。你自己有冇信心去處理到咧？我覺得喺簡樸房呢個條例咧，都討論咗一個唔短嘅時間嘅。即係其實社會，我覺得基本都有個共識嘅，都係要處理一啲嘅劣質劏房啦。特別係即係有啲住喺劏房環境好差嘅環境嘅居民咧，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可以幫到佢哋一把嘅。咁亦都過去一段時間咧，都聽咗好多嘅意見喺度講到啦，不論劏房業主有啲嘅地產代理，我自己都同佢哋傾過嘅，我覺得都攞咗個平衡嘅。咁但係當然嚟緊呢2個月，大家都可以積極去討論啦。咁我哋都係有信心係。